住伫咱市咸水区的杨雕厝担心市民，因为今年3月出来火烧，所大的房屋全部烧了，也因为工课收入无好，阁爱担心抚养两个囝甲老母，无法度负担庞大的重建费用。经过反映国小向教育局通报，市府随即启动关怀，并伫3月底由劳工局做工行善团展开修缮作业，但进前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进行修缮工课。现在疫情趋缓，做工行善团29日再度开工。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场关怀，并感谢台南做工行善团的大力帮忙。看我背后，总共有32个木工工会的，还有电气工会的各位志工，他们都牺牲礼拜天哦，今天是礼拜天没有在家里陪老婆跟孩子但是他们就来这边来帮忙我们做五井五天下新美处，这是第67还是65？这是第67户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甘心，而且这个地方因为曾经发生过火灾，所以是大面积的修复，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在这个志工，在那个材料还感谢台积电。我们刚刚看到那个2个床都是台积电他们所捐出来的，给台南市政府运用。那他们这工地完成之后，他们的那工地的地方一些工人住的这些都非常耐用留给他们。那还有这个课桌椅，还有书桌、书架，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社会的爱心，也都是这个五井五天下心所以说很感谢他们。我们希望这个运动这个工作一直持续推动下去，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做工行善团的成员包含大台南总工会、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以及台南市木工、油漆、阿门土、电器、阿鲁米、金属建筑、餐饮工会等。修复工程预计伫9月12号就当全部完工。五井五天下新美处赞不赞？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